學生囡仔念咪特別熱鬧咯，教育部甲文化部等單位串聯全台灣22個機構，要推出250場的營隊、780場的展覽甲表演的活動，咱若做伙來了解。暑假就要到啊，中小學自7月初1開始熱鬧，真濟家長上煩惱的，就是唔知影要帶囡仔去倒位，閣驚囡仔登袂網路。教育部甲22個館所合作，佇咧暑假推出豐富的活動，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會報台語版的工作細胞甲大花餅乾，讓大人囡仔用台語來了解科學。也若國立故宮博物館也有推出新秀再現的展覽，希望社民將來前北古早的藝術家對奇幻生物的想象。故宮今年已經是連續第9屆的一個參與，我們非常開心能有這個機會，能夠跟所有的館所、跟所有的社交機構，尤其是那麼多。這分布在台北以外的一個北中東南不同的一個地區的館所一起來合作。故宮啊，以前都會覺得說好像都是一些比較靜態的，可是現在故宮有一些場景的設計，它會蠻有互動性的，所以對小朋友來講的話會蠻有趣的。我最想要去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因為裡面有以歌仔戲為主題的楊麗花。教育部表示，活動的主題包括人文、歷史、藝術甲科學各方面。7月到8月，全國總共會推出250場的營隊、780場的展覽甲表演的活動，也有講座、演習等等，希望讓囡仔佇休賴的期間，也會當佇知識當中找到趣味。我們今年在哩準備的活動有超過大概1600場次，啊，包括可能有各種研習，還有各種展演的活動，還有營隊。基隆有海科館，再來咱台北士林有科教館，咱台中有科博館，大家對迄個恐龍應該都有印象。高雄有科工館，甚至甲咱恆春的車城有海生館。教育部表示，博物館甲圖書館攏是重要的知識資源的場所，希望全民攏會當體驗自主學習的趣味，嘛鼓勵學生囡仔培養興趣。記者顧耀基、曾俊佑台北報道。